为关怀弱势族群，台湾手苗天坛对民国91年发放自强号的慰问金，到今年已经迈入第20档，受助甲关怀人数超过1万人。上午特别颁发今年度的慰问金，包括市长黄伟哲、社会局甲民政局长、民意代表甲天坛董事会成员拢出席。市长嘛特别感谢天坛董事会的热心公益。今天非常高兴哈，我们来共同见证，天坛对于岁末年终的一个社会慈善活动。今天总共赞助了736位比较困难的一些市民朋友们，总共赞助的金额是441万。这么多的人照顾这么多的人，然后付出这么多的一个金钱，其实是希望让社会更祥和，让生活比较困境的朋友们都能得到帮助，能够过得好年。那除了岁末之外，天坛都有赞助这个奖学金，清寒奖学金。所以说天坛的善行义举，让我们见证了这个社会有爱，台南是一个有爱的城市。也天坛的钱都来自十方信众。但是他们都能够妥善运用来帮助十方的弱势，因此感谢天坛，也感谢所有的热心的市民朋友们，真的是让我们台南市倍感温馨。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说我们的市长黄伟哲市长特地来天坛来颁发有关就是岁末的一些的朋友的一些的慰问金。那我秉着天坛的一贯的精神，我们还会继续的努力，帮助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就是做一个非常有亮丽，而且非常好的、非常有好的观光景点的都市。至于公平原则，每年慰问金的审查作业，拢是委托中华日报报社来代为办理。今年通过审核的总共有736人，每人颁发6000块的慰问金。总金额高达441万6千块，希望让民众上实质的救助和关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